1211，咁啊拆細咗之後咧，咦股價就喺中軸線就唔係好喐喎，都諗就，因為啲股份係遲啲先送，咁而家嚟講係咪都易炒上去呢隻？比亞迪咧之前咧減價咧，因為之前嗰啲舊款咧係冇天神之眼，咁啊喺市場收到一啲消息咧，佢話7月份之後咧新款嘅比亞迪將會安裝天神之眼。嗱呢個係網上講嘅啫嚇，比亞迪自己冇講到嘅嚇。信唔信啦？要你自己去決定啦。就算係點都好啦，佢落到翻嚟接近呢個底線附近，同埋咧而家嚟講係拆細咗。我相信散戶嚟講咧都係中意咧，希望趁低嘅時間咧係去買入嘅，因為咧喺呢個上個星期嘅時間，佢嘅股價都去到142、143啦。今時今日你128、127唔買，有冇搞錯？呢一個價位咧，我覺得安全性咧係好高嘅。咁啊短炒嘅朋友，咁你話可以咪升幾蚊，咪食一食糊咯。如果你係揸長線嘅，咁你一定要等佢升翻去保利加通道中軸線之上，起碼137以上咧先至食糊。短線嚟講咧就未必上得到137蚊嘅。咁啊要等137蚊咧係一定要等中線嘅。